想唔想知道而家你身邊嘅嗰個人係唔係對嘅人呢？喺人生超過70年都處於婚姻狀態嘅巴菲特，曾經俾咗幾個非常真實嘅建議。一、伴侶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選擇之一。你會變成你身邊那個人。巴菲特佢話，人生中最重要嘅決定唔係事業，亦唔係學校，而係你選擇咗邊個成為你嘅伴侶。因為嗰個人會喺無形之中影響你嘅思考、習慣同未來。二、長久關係的基礎是務實的期待，唔係揾一個最完美嘅人，而係能夠一齊面對生活瑣碎嘅人。巴菲特佢話，你若擁有一段長久的婚姻，去找一個期待低的人。呢一句說話睇嚟好好笑，但係提醒咗我哋，穩定嘅幸福建立喺唔完美嘅理解之上。三、對的伴侶會改變你的人生軌跡。跟對的人在一起，你會成為更好的自己。一段好嘅關係唔只係陪伴，更加係一種力量。佢會影響你嘅選擇、你嘅情緒，甚至你睇呢個世界嘅方式。科學家研究亦都證明呢一點。卡內基梅林大學心理學家發現，支持你、相信你嘅伴侶，能夠顯現提高你成功嘅機率。華盛頓大學嘅研究指出，體貼又有責任感嘅伴侶，能夠令你嘅年薪平均增加4000美元，並且提高升職嘅機會。有時候對嘅人唔一定最耀眼，但係一定係嗰個令你變得更安定、更踏實嘅人。選擇對嘅伴侶，其實就係喺度選擇你未來嘅人生方向。被這段話治癒了，順其自然啦。唔係每一個問題都有答案，唔係每一件事都能夠如願以償。漫漫人生路，值得追求嘅嘢實在太多，唔要過分在意一啲人、一啲事，唔好太過難為自己，順其自然就好。人生有90%嘅煩惱，都係來自於你諗得太多。冇任何一件事、一段關係值得你遍體鱗傷。放過自己啦，唔好再胡思亂想。就算你悶悶不樂，都唔能夠改變結果。應該來嘅自然會來，邊個都擋唔住。坦然接受，學會同歲月和解，先至能夠溫柔以待。人生最好的活法就是不沉溺過去，不畏懼將來，該忘的忘記，該放的放下。莊子裏邊有一句說話，井蛙不可以喻海，夏蟲不可以喻冰。我哋呢一輩子都冇法子做到令到所有人都滿足，所以何必要同別人爭嚟爭去呢？或者喺生活之中有好多事情都令到你憤怒，令到你生氣，因為唔單止破壞咗你嘅計劃，導致你嘅生活好混亂。你好想發脾氣，好想去同別人爭個高低對錯，而呢個時候你越係憤怒，越係想同別人爭，你嘅格局就會越嚟越細。或者好多時候別人係唔講道理嘅，或者係別人嘅別有用心，觸碰到我哋嘅利益，令我哋感到被動，令我哋吃虧。喺呢個時候，好多人就會爭嚟爭去，將屬於自己嘅嘢爭返嚟，當仁不讓。
係自己嘅嘢爭返嚟，唔係自己嘅嘢爭嚟爭去，有咩用呢？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嘢，其實都係身外之物。越係唔懂得滿足，越係唔懂得退讓，就活得越累。喺《道德經》裏邊有一句說話：少則多，多則惑。一個人去爭得越多，束縛佢嘅嘢就越嚟越多。反而一個人懂得知足，到處都能夠得到快樂。其實人嘅慾望同貪心係永無止境嘅，唔懂得知足常樂，永遠係得唔到快樂嘅。心態是一個人最貴的氣場，唔好睇小心態呢兩個字，佢決定咗你人生嘅高度，亦藏住你命運嘅走向。成長改變從心開始，一心態一變，命運就會轉彎。二好多事情冇變，變嘅只係你看待佢嘅角度。三改變心態，整個世界都亮起嚟。四改變不了嘅事情，先調整自己嘅心態。五你若平穩，一切都會順住你走。溫柔與自己和解的力量。一有些事不必急於扭轉，先讓心情放鬆一點。二當你心態好了，生活就會柔軟了。三你冇必要完美，只要心安就好。四生活唔會總係如意，但你可以選擇溫柔以待。五心態就係最好嘅護膚品，亦係最優雅嘅生活方式。覺醒，從心開始，逆襲人生。一改變心態是逆襲的第一步。二決定你嘅高度唔係環境，而係你嘅心態。三不抱怨，不退縮，開始行動，你就贏了。四成長的標誌是心態越嚟越穩。五強大唔係冇情緒，而係學會調整後再出發。當你有一個穩定嘅心，任何事、任何運氣都會慢慢咁靠近你。